沈梦，这是他们5个人的档案，概率7场。我叫阿猛，朋友们都说我是个胆小怕事的人，直到那一天。快，争取时间，争取时间！这里是我的意识空间。就是说，谁坐上这把椅子，谁就可以控制这个身体。以庄宇和傅璇的智商，肯定会推算出他们当下的危机状况。现在他们很可能处于危险状态，我觉得坐上这把椅子的人必须要有自保能力。按时间推算，我们应该已经被送到了医院。那医院应该挺安全的呀。不，全省有25家医院，其中13家都是 MG 集团旗下的。如果我们真的是实验品，那等于羊入虎口。你怎么知道的那么清楚？现在不是内斗的时候，首要任务1，搞清楚这个身体主人的身份；2，离开医院；3，找个安全的地方落脚，商量下一步。轮流坐庄，每人3小时。OK。我们最大的优势就是这里的时间流速跟外界不一样，我们还有时间。大家了解一下彼此的特长，才知道谁更适合坐上这把椅子。竞争上岗。我是小西，算是个主播，平时在直播间教粉丝辨别魔术什么的。庄宇，私人医生，平时喜欢研究一些推理游戏。傅璇，心理咨询师，擅长微表情分析。相亲啊，我叫家俊，是一个小老板，生意虽然做得一般，但说起打架，我从小到大还真没输过。而他们5个人中唯一有战斗力的是家俊。同意家俊。赞同。我也同意。所以第一个坐上椅的人是家俊。这一身体是真的不好，这小子的钱包、手机都掉了，哇猛！这么怂的人，不知道怎么办。既然我们现在在医院，那我想看一下我们的身体，也许不用了，如果病毒爆发是意外，那我们除了是实验品，还是 MG 研发病毒的证据。可能已经被 MG 回收。哎，你听说了吗？今天早上送来几个病人失踪了。不会吧？不知道。果然已经被回收。那我们还能去哪？是不是可以回到那个阿猛的家里了？不能回，他家很可能已经被盯上。看一下手机通讯录。我没有手机密码。你现在用的是他的身体，指纹解锁啊！这家伙通讯录只有1个人。三爷。等一下。是地铁上的混蛋！快抓住他！站住！用这个手机联系，记住，小心2只老虎。目前对多重人格的研究表明，就算本体对过敏源不过敏，但当主导意识降临身体时，身体依旧会因为心理的原因产生过敏现象。今天风向8级，医院门口的异木棉正值花开，家俊有重度的花粉症，新的身体一定会产生排斥。庄宇会优先取得掌控权。哇，这个身体开始排斥我了，你走吧。过。阿木，你没事吧？这是谁？女朋友？我是无敌的小可爱。接下来就看你的了，携带者47号。